越南前总统马英九访问中国的行程，4月初7是伫咧陕西的上尾一天。马英九因一家人搭高铁去到北京。越南真受关注的马英九、习近平因第2届见面，原底是传出伫咧4月初8会举行。不过中国公布的行程内底，并无看到相关的安排。外界推测，马习议会可能会延到初10来举行。马总统，我们来自台湾。 前总统马英九初7参访陕西大竹峦市的时阵，雄雄拄到台湾民众大声喊总统好。哪一区？桥头区，总统好。我来自台北市文山区。陪伴的中国国台办副主任邱开明面头前，马英九甲台湾乡亲握手致意，流露罕见的场面。前日站参观陕西历史博物馆，马英九发表会后谈话，嘛搁再提起前总统的身份，强调两岸人民爱共同维护中华文化。如何努力啊？ 保存这些典籍跟文物，这是我们两岸人民共同的任务。陕西行程结束，马英九初7中昼坐高铁去北京，那是大家注意的马习议会本来传出初8上场，不过根据中国行程安排，马英九拜日早起参访卢沟桥抗战博物馆，下晡踅北京故宫，暗时甲中共府各级干部、北京市委会书记温热暗宴，无看马习会安排。 拜日要去北京大学座谈参观北大岭长城甲奥运场馆李康园，有北面媒体报道，马习议会可能改到初10，因为同一天美国华府要举行美日元首峰会，隔天阁是美日菲元首峰会，内容会牵涉到南海甲台海安全。不过，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肖旭银伊讲，相关的预测无法度评论。这个时间点，某种程度上应该是一个刻意安排，知道每日要开一个高峰会，习近平想要 透过跟马前总统的见面来表达中国的立场。学者分析，无排除中共安排操作马习议会时间点，因为虽然双方真保守秘密，不过随团记者出来，互人要求第2届进行核酸检测，这大部分是采访中国高层必要的工作，这原来为马习搁再会面加做一个准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